青竹宮成立不到20天，就辦理過2擺大型建醮。這擺神明降旨，只是廟方所舉辦的樂天大醮，為期50天，更是得到上懸規格醮典。27號舉行開香大典，廟方經過跋杯，主祭官順利邀請監察院代理院長李鴻鈞，包括立委陳廷輝、前台南市長柯天才以及台南市副市長邱玲紅，佇各級民代、廟方委員甲眾信徒陪同共同上香祈福。這個建醮會當平安順時完成以外，嘛保庇保庇咱台灣，攏會當平安，攏會當安全。咱共同的使命，就是要祈求咱會當國泰民安、風調雨順，會當護國佑民。祈求這屆的起建醮活動會當順利圓滿，會當保庇咱台南市境台灣會當國泰民安、風調雨順。醮典會首攏新穿明朝官服，搭配烏山帽、束腰帶以及古蹟布鞋，完全依照古禮進行，非常講究。你看因的服裝攏穿官服，因的官服攏有迄個神的封號，所以這是代表神即佇遮甲天公感恩祈福安尼所以有這意義。祭典當中負責大地音樂演奏，這是台南社區大學大港分校東園雜寮社區所組成的國樂團，落實大廟行樂的公民還是精神。國樂班的同學佇明香老師的帶領之下，會當來參與這個開香大典，以公民應該力量共同來帶動咱地方大港文化的創新。廟方佇2月27開香大典以後，228建醮起鼓，4月22到24將進行祈安示警，5月2號舉辦平安福宴，邀請各界共同來見證。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。